像当时的鸟只，飞袂行，敢讲是阮的命。故乡的山，永远拢徛你遐，阮的心才只有讲予山来听。来到故乡的海岸，景色永远拢总无变化。当初离开时为啥？你若问阮，阮心肝着疼。你若要有好时段，不免等雨夜。世间有阿母惜的囡仔，上好命。唔通等成功要来这阿母大，阿母啊已经无你遐。哭出声，无人晓。太阳片，你若无甲鬼抢过来啦！刷刷去啦，已经几啊个月拢无落雨，五谷欠收，村民大家拢食袂饱，免哪有村落来的饭菜，通我分互咱去食食咧。无怪咱大家为着一块红龟就抢到安尼。我度啦，大家为着要家己活落去吼，哪有搁咧顾啥物你兄我弟啦？巴肚若会饱吼，比啥物搁较重要啦。这款的歹年冬，嘛唔知要拖到啥物时阵。 阿爹，其实汉文甲外口人所讲的，完全拢无共款啦。这个汉文伫咱庄仔，大家拢嘛知影。迄回啊，花花公主啊，了尾仔囝，你嫁要哪会幸福啦？若真正是安尼，这嘛是查某囝的命。什么你的命？迄命拢靠家己啦。啊，你知影这个无路下下无路用，你搁嫁伊？你要用头毛去试火哦？阿爹，唔管怎讲，我这世人一定要嫁伊的啦。哈！嘿，你是讲袂还价呢哈？你哪遐尔戆啊？阿爹，我请你先转阮啊！起来，起来！秀莲，你即摆搁少年，有真个代志，毋是讲干看外表就会。哦，阿爹吼食遮济岁，我干那过桥吼，较亲你咧行路啦，听阿爹就讲，这个汉文啊，是可惜讲因兜有规身钱，只敢干会晓花天酒地安尼尔，无伊要创啥？迄永远无路用啦。那阿爹的话对，哦，放袂记，搁放袂记。阿爹，人总是会改变的。汉文有答应我，伊若娶我了后，伊就袂去迄种所在啊。好啊，你莫讲遐个，你明明甲阿爹气死的哦！我甲你讲啦，你从今以后你去甲汉文哦有来往哦，你别人从你上下都甲你固断。阿爹，阿爹。 哦，嘿，记无许，你看卖，你看这间土地公庙吼，遮尔啊庄严，而且遮个涂骹吼，拢扫甲足清气的呢。会晓伊安尼，记无许啊？你今晚要创啥？要共坐椅啊，对不对？是啊。袂用黑白坐啊，你看卖，咱咧穿甲衣衫襤褸，啊，搁拉圾二路高，迄共坐椅啊吼，安尼椅啊会拉圾，冇，咱现在来，要壁角啊坐就好，来这，来。 这司机真是真歹，常去食拢来庙会拜拜。走是啦，你慢一支嘴谢念啦，咱做事的人啊，
唔管讲凡间是啥物人，咱拢欢迎因来这间庙参拜。好地真是，我是咧讲算笑。你看，记无去啊？我刚才存这两包啊呢，打，我你食。袂用的啦，太阳片，这个包你做无简单分着的，你食啦，我袂用食啦。你咧讲啥物话？我袂晓啊，你食。你莫甲我骗啦，咱规工拢无食物件，你哪有可能袂晓啦？这包你摕食啦。我真是袂晓啊。太阳片，你对我温情吼已经有够济啊啦，我袂使搁爱一遍一遍吼接受你的好意啦。这包也是你家己食啦。你讲的啥物话啊？你食啦。哎呀，为着一粒包啊，两个人扭来扭去，够烦的啦。这款友情实在是令人感动。哎，好地真是啦。啊，不过因两个人为着一粒包安尼扭来扭去，啊，你做嘛毋是头路啊？来吵，你甲看。巴肚要你食啦。我安怎讲你都无爱，无安尼啦。打，咱一个人一半，感情较袂散。来，借互你。太阳片，你对我温情哦，我毋知影是毋是有机会甲你报答。啊，当咱两个做伙咧做去食，已经做几啊年啊，比亲兄弟佫较好啊。咱以后互相关怀，互相照顾，啊，你都有够啊嘛。来，去食去食。实在是有够可怜。我福德正是，应该有需要甲伊斗相共。好地真是，啊，你是有啥物办法替因斗相共？当然嘛是有啊，赵是，我来讲。哈？啥货啊？啊，你敢好？当然嘛是好啊，要做好事哦，就要做透底。袂歹哦，这过路人多，这饭较好食。好地真是啦，你看下阁有先去食头。啊，你毋是共款，你嘛足先去食的。好地真是啦，虽讲咱清茶有先去食，啊，毋过无够可怜啦。啊，过路的人若是看到，也袂同情咱啊。我看吼，好地真是啦，啊，你年岁较大吼，无你穿做迄落青梅啊，安尼都有法度引起人的同情啦，人都会分面啊，互咱啦。你阁有够巧，叫恁爸装青面的。呀你咧，啊你毋该做客手的。好啊，安尼有成无？有成啦，有成啦。啊，讲遮尔讲呢，啊，咱头前毋着应该变一下物件，毋叫我多通我共本，安尼毋才有先去食。啊，哦，对吼，你无讲我煞袂记。来来来来，嘿，哈哈，赞无？赞哦！赞，你是咧起笑着啊？啊，你变到即个物件遐尼啊高贵，啊，人咧过路人看到是谁会愤怒你啦？啊，谁会同情你啦？你哦，你真正头壳歹去咧你啊！好啦，我搁变一遍啦。喂，变无路啊！好地真是啦，莫闹开啦，无你来，你来。赵是你哦，怎样？迄小场面大闹开啊，你哦。哇，好地真是啦，减肥就是减肥啦，这点我还有先去食日本的呢。就是安尼讲，也毋过安尼无够。我看哦，你来唱一个口条啊！啊，我唱哦，拜托的啦，我著唱口条嘛，无啥内行哩。好地真是啦，啊你青梅人哦，你来唱，安尼较可怜啦，啊！好啦，啊无我来试看卖啦。啊，我来念歌咯，啊伊呢哦咧草率你来拖拖，啊无要捡钱呀，啊要上比呀的，啊伊呢哦伊呢哦，有先去食，有先去食，赞！我唱的唔免讲嘛赞。喂，有人来啊！继续唱啊！唔通去唱咧，我接无路啊啦。无，过来！会记哦！你切咩？唔通目睭紧紧嘛！啊！
老公啊，可以啊，拜托给陈美照顾啊，我可以去了，拜托啊，拜托啊，拜托啊，拜托不想分啊，拜托不知道啦，拜托啊。啦，人个过去啊，你个等下定，定了哪有震动是要安怎？哦，过来哦。嘿啊，我就记起来，做起食这道，真叫做歹趁食呢。哎呦，这个时机歹，什么款行业行嘛歹。哦，喂，有人来啊呢！我来分，我来分。可怜我，拜托啊，我可以去了，你赶快，我老家好在没听见没？我冇食饭啊！拜托啊，你求拜托你啦！拜托啊，不知道宗教，喂，哎呦，3个肉粽呢？哦，赵信，你个老本哦。咱赶紧3个肉粽哦，摕倒转来庙会，咱去食。好啊。长哪会走啊？哟，你来找你啊？你来个无？对啊。弟啊啦！啊！在咧啦，康妹出来啦，莫当面甲我闯空啦！哎，孙悟空啊，原来是你在暗中创的哦，害我迄3个粽摕袂到。赵信啊，我就看到你两个吼，加做去食迄共本啦，感觉足奇怪，就跟你算一个尔啦。康妹啊，煞唔知阮为着要帮助别人啦，我唔才教赵信哦，两个打扮做去食出来伫咧共本。好在这信啊，这两去食吼，其中有一个哦，可能跟你有关系哦。哦，好在进行啦。若是安尼讲起来，你帮助迄个人，佮帮助了对完呢。人讲哦，福多有缘人啦，假使若是伊哦，安尼嘛算讲有缘啦。什么缘啦？恁是咧讲什么话歌啦？我哪会听个不飒飒安尼啦？哎呦，时到自然，你就知影啦。咱来赶紧将这3粒肉粽哦摕转来互因食啦，衫裤换换咧啦，穿啊这去食衫哦，实在是用足袂习惯的呢。对。几位啊？我哪会总困去啊？我嘛共款啦。太阳片，可能吼，这特定公庙内底吼较清静啦，所以吼，咱坐就知影困去啊。大概是安尼款，安尼好，咱来啊。啊，你看，这哪有3粒肉粽？奇怪可能是吼，咱拄则困去的时阵吼，有人来拜拜啦，超工打话咱的啦。太阳片，想袂到吼，咱伫特定公庙内底休困吼，无形中会使得到肉粽，实在是真好啊！这一定拢是土地公伯啊，暗中咧甲咱保庇啊，咱甲土地公伯啊说多谢。多谢土地公伯，多谢你啦，多谢土地公伯。呀，咱做。目前哦，因虽然哦爱啉是无粮食之苦，也毋过其中一个吼，将来是大富人家诶，乐仙好死之人呢。大户人家若是毋知饮水思源哦，嘛是了然。赵信啊，那你是安怎啊？心情郁闷，话中又搁带骨，那你是咧气啥的？我当然嘛是咧气迄两个去食。当因两个想倒位去得罪着伊哦，无你是安怎咱会气？赵信啊，你有啥物话吼，毋着讲出来，大家听看卖，气歹身体是毋好呢。啊，拄则因所讲，敢讲恁拢无听到？啊，听到啥物啊？这个太阳边甲鸡无晓，因得到肉粽了后，因所讲的话啦。啊，伊是讲啥？哎呦，赵信，啊你讲话嘛，你弯来弯去，有啥物话哦？啊你就直接讲就好啊嘛。嘿，因讲吼，真多谢土地公保庇，互因得到迄3粒粽。对啊，无毋对啊，你讲安尼无毋对啊。康妹啊，那你即马是伫咧笑啥？啊，谁也毋知影吼，赵信哦，伫咧食醋啦。食醋，哼，笑过甲，但我无去拍着因七啊，当伊咧食啥物醋？啊，你想倒去啦？赵信哦，毋是咧食这款醋啦。哎
啊，无到底是食什么错？啊，你唔着紧讲。谁唔知影吼？太阳皮甲鸡毛药吼，一直咧感谢你的保庇，我拢无甲造型说多谢，所以造型哦才咧无满意啦。哦，原来是咧食这个错。笑死人车呢！迄两个乞食做无意思的呢。啊，我为着因哦，假做乞食去甲人分，啊，害我这个手害佢咁样等伊。你敢若感谢你拢无？造型啦！我毋是已经甲你讲过，这间土地公庙内面啊，就甲我身心上命。啊，伊唔感谢我是要感谢什么啦？这哦，你嘛免去怪因啊。哼，今年6月20日，我若上天庭甲玉帝报告代志时阵，我嘛要请玉帝允准伫凡间起一间造神庙啦。若是安尼哦，我帮助凡间的人，因就会当甲我说多谢。起庙吼，这毋是重要的代志啦。上重要的代志吼，你要赶紧将法术练了吼，这才是重要啦。哎，好了，这是法术我嘛有定咧练啊，只不过我所练的法术吼，拄着要紧的时阵，拢会扫兴。太阳片，你是安怎？有心事是无？咱是去食，哪敢有啥物心事啦？若无，你哪爱面有面角？记袂晓，我是咧烦恼明仔载以后日子是要安怎过。你看，咱即马本的物件是愈来愈歹，愈来愈少啊。改早出去食哦，差真济啦，唔知要安怎是好。记袂晓，咱若搁屈踮这个庄内，到尾啊只有死路一条啊。太阳片，那呢？你敢有较好的办法？我嘛无啥物搁较好的办法，我是想讲，咱暂时离开这，分路来分。啥？你是讲咱两个分开哦？记袂晓，这是无法度的代志，我嘛唔愿甲你来离开，但是为着要活落去，只有安尼做啊。我知啦，太阳片，我记袂晓，咱即马暂时分开，总有一天会搁再见面啊。那呢？咱咧偌久才使见面？一年，啥？一年哦？记袂晓，咱即马分开来分，唔知影要去到什么所在讨食才好。人海茫茫，所以咱互相来一个约束，每年的5日节，咱来赶转来城外大树下见面。太阳片，你家己爱保重。记袂晓，你嘛同款。人咧讲，天下无不散的宴席，暂时的分开，是等待希望的相逢。好，那呢？我对东边来去。我对西边去。小丽，你那遮久，钱你有摕到无？伫遮啦。汉文，赶紧甲钱哦，去海人。我知影啦，小丽，真多谢你。汉文，为着你，我已经甲阮阿爹拆破面啊。伊伫拢听外口人讲，你是一个要占土产的花花公主，反对我甲你来往。你阿爹，你若相信外口人所讲的话，我根本就毋是迄款人啊。所以我才甲阮阿爹辩解，替你洗清冤枉啊。汉文，我相信你就好啊。也毋过，毋过啥物啊？你袂用辜负我。你若毋相信我的感情，我用个手传，我通问。毋免啦，我是甲你讲算笑。小燕，那安尼我有钱紧提向别人，你先准备一个，较含一个，我带你走。紧去。好地进行啊！好地进行。这好地进行3个半暝，是走去对风骚啦。但这些是要安怎啦？这是要甲人急死啦！哦。这是安怎啦？我特别拄着要紧的时阵，我的法术拢会走进去啦。吼，真是足创意啦！无要紧，变袂出去，我用行得出来。啊，祝你快乐的做好。
酒若通啉哦，上解好啦。哦，你真是走出去啉烧酒。喂，好地之神啊，你紧出来啦！我有要紧的代志要甲你参详啦。喂，赵信啊，你哦实在是有够惨的。但即摆已经暗啊，我也无要办公事啊，有啥物代志哦，明仔载才得来。好地之神啊，你好参像是头壳歹的，为啥你黑袂讲啊？咱做神的人是无分人的，拢爱替凡间消灾解惑的，你知无？对，你讲安尼对，伊哦愈来愈敖讲话。你讲是有啥物代志啊？哈，你安尼变甲大着汗血粒汗哈？这林秀莲哦，伊感情会去互陈汉文骗去啊？骗去，哼，骗去哪样紧？人若用骗久哦，自然就会变较巧。你讲这啥物话啊？这个陈浩文是一个花花公主呢，伊专门咧欺骗查某囡仔的感情，你知影无？我知啦，啊，当咱做事的人管遐尔多是要创啥物啦？哈，也毋是怪着恁小妹啊，当你是一个急啥？喂，好地真是啊，你是不是酒啉伤济，咧乱困烂？啊好啦，我无要睬你啦，我即马就来找孙悟空啊，替我斗想了办法。赵是啦，你若讲真是迄个法师哦，有法当变去迄天顶找孙悟空哦，我随在你啦。好地真是啊，拜托啦，你紧想一个办法，阻止因两个人斗阵走，拜托个啦。歹势啦，无法可施。你这老饭店啊！啊好啦，你若无甲我斗三工哦，我就永远坐在这，无要爬起来。讲后转坐担要死偌人的啦！若讲安尼哦，实在有够囡仔性的啦。落肚啦！哎，给，你收下，给。歹势吼，拢无人逮着啦。有几下真歹。汉文啊，谁唔知影你是陈家的孤囝呢？长远是本来10家呢，唔哪安尼呢？说咧吼，迄个艺大景的查某，大家都摕钱，互你开甲免惊呢。唔哪安尼呢？你林家厝良家妇女哦，大家互你卖甲安尼死来分去呢。敢有？闪啦！钱只无交到通啊本哩，走啦！唔走我看狗来个交，闪啦！歹你当事上无好，连人心嘛变甲遮尔无情。真衰咧，规面歹赢。这位公主啊，你好心好量啊，淡薄来分我啊，我规工拢无食饭啊，巴肚枵到强要死啊！你可怜我，同情我。我实在有够歹运的，啊，搁伊拄着你这款去食，莫怪哦，我先半半袂赢啦。公主啊，你若好心加做寡啊，有时歹运嘛会当好运赚大钱啊。你的意思是讲，我若分钱互你，就会当好运赚大钱哦？是啊，唔若安尼呢，佫会抵恁囝孙本下大哦。哦，安尼哦，来，最互你。多谢公主。哎呀，敢会疼？当然嘛是会疼。啊，若是会疼吼，以后坦白讲才消话。我手啦！等你若疼到死吼，我阵就甲骹刷开。我手啦！吼，这个陈汉文一点仔人性拢无，这凡间哪有这款的啦？就是安尼讲，你太阳边做记者就有够可怜啊！就搁受人安尼侮辱，赵信，做一臂之力。好，这陈汉文我好好甲教示。好，你这臭记者，计甲我杀掉！你身躯人定够痛，你也怕袂疼？我嘛唔知啊，我怕我。你是鬼啊？我袂讲，我看你身内唔才有鬼。哎呦，换你，冇事啊，你是鬼，你是冇事啊！你
看，这无人卡笑，小可甲并一了，就惊规身躯皮皮喘。这就是恶人无胆，像这款爱情骗子，伊着好好甲教训才对啦。算你走了紧，哈。好好，刷刷去，刷刷去。阿爹，请你原谅查某囝的不好，我无听你的话。啊，不过，我相信汉文绝对袂辜负我的。等待成功的迄天，我会倒转来友好你。哎呀！小姐，多谢啊，帮我上去啊！是。就位他们走。哎呀，我是保护啊！我是想叫你啊开心嘛，有这个保护来牵我的头壳啊！是讲，这保护来做枕头嘛，差不多。我把花那可以做枕头啦。那他们到底还未来？他们欺骗我。我是要安怎才好？莫吵啦，等下好困啊。紧起来啦！小姐，你有啥代志是？这是我的啦。好，保护是你的啊，是你啦，系你啦。小姐，这你阿妈，你哪一个人踮在遮？我小姐，你紧回去，啊若无吼，恁厝的人会真烦恼呢。我已经无厝通好回去啊。啊？安尼是要安怎哈？你带我走好无？啊，小姐，请你唔通讲耍笑，我是一个乞食呢。拜托呀，你若唔带我走，我只有死路一条。我即摆就来跳港。小姐，小姐，你千万都唔通想袂开嘿。你带我走好无？哎呦，小姐，我是一个乞食呢，食3顿我都有问题啊，要哪有法度来照顾你啦？我会用来缀你做乞食。啊，做乞食？哎呦，无你到底是咧讲啥？小姐，你敢是发生什么代志是无？我老实甲你讲，本来会啊，我是甲一个心爱的人约好，要斗阵离开车，去外口打拼。也毋过等几年，伊拢无来，我才知影互骗去。即摆厝里也无法度转去啊。因为阮阿爹自头就禁止我甲伊来往，我一直都唔听阮阿爹的话，才造成今仔日的地步。今摆我若是转去，一定会活我阮阿爹拍死。敢讲你见死不救性？哎呦！
我自身就难保啊，要哪有才调饲你啦？我拄则毋是讲过啊，我会用带你做去食去共分啊。啊，好啦好啦，既然你都无去嫌啊，无你对我来啦。多谢你，多谢你的收留。这陈年的好酒哦，无啉哦，实在是真可惜。赵先生，来啦，过来这啉一杯啊，要无永暗嘛较好困。好在这是啦，啊你即摆还有啥物地标来咧啉烧酒啊？吼，好在这是啦，你莫咬做我你做事做较久，法术比我较轻，你就在臭样哦。你无听人家讲，师傅出入门，修行在我心，并毋是讲哦，当遐大久啊，伊的功夫就较好。这吼完全拢爱靠咱家己的修行啦。你即摆讲这道理哦，我连日再来请教你。啊，不过目前上界重要是秀已经去唐汉文骗去感情，即摆当咧走投无路呢。伊要对太阳骗去做气食，你知影无？啊，你是食饱收营哟啦，人伫食米粉，你煞伫咧发烧。嘿，好在这是啦。啊，你讲这是啥物笑话啊？这是一件大代志呢，秀英敢袂当去做去食婆啊？无你袂当代替伊去做。我是想讲哦，这太阳片伊家己拢自身难保啊，伊哪有法度饲秀英饲3顿饲会饱呢？秀英哦，根本就毋免伊去饲啦，人伊自然就有办法通好去用本的啦。这秀英是千金小姐呢，伊是袂当受到风霜一苦的咧。哎哟，啊，等你延时腹肚内面通啦。哼，你哪会知讲秀英伊无法度通好受苦？这用骹头去想嘛，知影。哎，赵神啊，你毋是秀英啦，你莫当遐伫自作聪明啦。吼，真是甲你讲袂翻车呢！你这老翻颠。假币！哎，讲话较有站在了哦。哼，阿妈啦，无爱甲你讲啦，你哦若是要哦踮遮请教我问题啊，还是讲要啉烧酒，我是真欢迎啦。啊，你若要留踮遮教我斗喙角吼，转去开踮你的灶骹啦。那好啦，好心去互雷真有影。哼，我咧讲一个话，佮甲刺激一尔，一声就飞出去啊！唔正教哦，佮袂堪伊人刺激。有人来啊！好心好量的两位大爷啊，淡薄仔来本的啦，已经规工无食饭啊啦，拜托的，你做好心啦，淡薄仔来本的啦，两位大爷。人哦，辛苦去娶查某，笑死人。啊，这个查某穿像好野人，哪像去食饭啦？对啊，反正比咱较好野咧，佮想要出来做去食，下死下情，那这款的哦，唔免分。莫插伊啦，行啦。我无人插我，你腹肚食了吼？没有。阁有人来啊！好心好量的，分淡薄物件互阮食啦，拜托啊！这位大爷，分一寡钱互阮食物件啦吼，阮已经规工无食饭啊咧。做去食穿到遮淋水，一世人嘛分无，笑死啦！小姐，歹势啦，分规工拢分无物件通互你食，是的啦。我看，那是我害你分无的啦。小姐，你莫伤心啊，莫好啦吼。我看安尼啦，咱暂时找一个所在休困一下，才去拍算啦吼。唉，好在这是啦，这太阳片甲秀英吼，已经规工无食，唔知影敢会枵死啊？赵是啦，你有恻隐之心，确实令人感动。是讲哦，你若无爱规气哦，将你天定的俸禄规气拢总送回，安尼代志就好。啊你是咧起笑的哦？啊天顶的钱甲凡间钱敢会当通用啊？哎哟，歹势啦，我用煞叫袂记的。你真是老翻颠啊！你
你是莫安尼相笑哦。等到你若食到我这年岁时哦，死到你就知影。哼！你看，迄个太阳免甲心啊对遐来啊，我看咱是成相者，倒转来庙也好啊来研究者，看是要安怎甲伊斗相共。好，了解。小姐，遮拄好无人。等下吼，你若忝，当面小体者。哈。小姐，小姐，哎呦，你是咧创啥啦？哪会遐讲啦？想到我家这么大汉，我连做去这么做的事，搁害你饭无通食，我实在是真见笑。我无迄个勇气，通我讲话落去啊！好心，好心！哎呦，你小姐，你千万莫想袂开啦，这也毋是你的唔对啊！你听我讲啊，亲像阮这款做去食的人吼，这定定饭无通食，这是世上的代志啊。我有一顿无一顿哦，这拢不要紧啦。是讲吼，这人吼上重要的就是性命呢。人咧讲高兄弟性命，莫讲是人。哎呦，小姐啊，我拜托你啦，我求你啦，你千万唔通想袂开啦，莫做这款咧戆代志啦，我求你啦。起来了。多谢你这么关心我，多谢你。小姐，人本来就是爱互相关心、互相疼惜。我安尼讲对无，小姐？莫搁叫我小姐哦，我号做林秀英，后摆叫我秀英就好啊。唔知要安怎称呼你？我，其实我说啥叫啥，我家己嘛唔知影。自细汉，我就伫一间庙仔大汉，爸母是啥物人我嘛唔知。一直到庙仔迄号大火烧到空空，我无法度再出来外口做乞食。哎，领大家拢嘛叫我太阳片啊。太阳片，这个名阁真趣味。是小姐，其实咱人的名并无重要啊，上重要就是咱做人吼，要有一个善良的心。我安尼讲对无？但不过吼，你对我安尼四过来流浪共讨食，这永远无法度出台的，你知影无？你即摆是咧嫌我是？嘿，毋是，我是讲吼，亲像阮这款的去食的生活，我是惊讲你身体扛袂起啊。袂啦，只要你愿意予我对，搁较艰苦，我嘛有法度忍受落去。对啦，太阳片，我想讲吼，要来换一束较普通的衫，安尼款式较本有食。我是要对换啦。我想来附近的邻家看卖啊，好衫换歹衫，应该是有人会答应。哎，好者志信啊，拜托紧斗相一下办法，莫搁伫遐拄久啊，好无？喂，是啥物事拄久？我咧想代志啦。哼，啊你是好者正信，法律如边，啊是安怎想一件代志想遐尼久啊？啊，你若有才调，你莫甲伊想。我若是想有哦，我就毋免踮遮行来行去啊。哼，若无才调，就较莫当遐讲话啦，妨碍我的思考。好啦，是的啦，好者正信啊，我是咧烦恼讲吼，这个太阳片若是惊秀英继续发展落去哦，可能变做去食带千金小姐呢。安尼嘛是一对好姻缘，是有啥物唔好？但你嘛拜托，无速配啦。哎呦，哪有啥物咧速配唔速配啦？人这太阳片啊，伊也无可能讲哦，一世人拢一直咧做去食。凡事有一天哦，人嘛会变好嘢啦。小姐，遮较热咧，咱当遮分啦。太阳片，叫我秀英就好啊。若无吼，今仔到分无，可是你唔对啊。
好啦好啦，哎，看咱今仔日运气较好呗。你嘛是。你哦，要乖乖哦，要第三物件拢要互你。无事无聊，大本来本来啦。邓汉文，邓汉文。谁咧叫我？真是你，喂，去食无？是你叫我呢？邓汉文，你已经唔捌我想，路边去食饭，我哪有可能熟悉你啦？也毋过你竟然叫得出我的名，我嘛是真欢喜啦。来，这钱分你。我无需要这钱来救济我、支持我，我即嘛是要讨回公道。我家己也无熟无识，啊是要讨啥物公道？你有够狂哦！邓汉文，你看得清楚，我是啥物人？啊，你毋是去食饭哦？你看得清楚的，我是林秀英，互你放啥物林秀英，你会记哩咩？你是林秀英？放掉！你是我有讲懂的，你骗我的感情，到3万2次骗我提钱，互你后袂解。你叫我3更半暝一定来等你，讲要带我去网口打拼，讲要好好对待我。结果咧，我等几暝，你拢无来。我惊我哪条山甲我拍死，我才伫网口来流浪，想袂到你竟然抓别个查某，你竟然这样自在！阿文，你讲的敢是真实的？哎，小查某路袂讲，咱莫插伊，咱来去。邓海文，你要去对？你惊害我，惊害我！啊！你敢放开啊！你这去食无啊？你是咧讲什么笑话？我这款行为人，哪有可能欠你钱？你讲互天下人听，是啥人要相信你的话啊？邓海文，船过水无痕，假使你若唔还我钱，你就免想要入去开车，甲惊害我！你惊害我，惊害我！你要放开了！我唔放，你惊害我！哎呀！秀英，你这去食无？我今日无好来教示者，你当作我当下唔好欺负哦？你要怎？你莫伤过分哦！有敢是你？你把谁遐歹，即摆才认出来，搁要拼，来啊！恁这臭记者，甲我使去，以后唔卖我倒掉。好，赶来去。秀英啊，是你互迄个人欺骗感情，实在有够可怜的。秀英啊，你精神啊？那小婷婷啊，来，这是要安怎啦？这是要安怎啦？我来甲你拆药啊！大哥，你好心好量啊！我朋友这个伤我真厉害，我甲你拜托，我跪咧甲你拜托啦吼！你写一条药好吗？他讲我摕倒来甲救伊啦，啊钱哦，我以后绝对还你，以后绝对还你啊！我走，恁讲，走。大哥啊，我甲你救啦，我咧拜托啦，大哥。我秀英啊，想到死，那这拢是我害的。我伯啊，你是要安怎才好？啊，你谁哪点点咧流目屎啊？阿哥，我有一个朋友吼，伊烧甲真厉害，我无钱通来替伊拆药啊。嗨，这唔免开钱话，四界找拢嘛有啊。是要去对找啊？你敢唔捌听人讲过，见车就是药啊？你是讲自杀啊？对不对？我唔对。多谢你的指教啊！多谢。喂！这个太阳片哦，心肝真是足善良，确实是互人钦佩啦。
啊，毋过做代志唯一的缺点，就是伤过匆忙啦。这青草有几落百种，啊，你敢知影是倒一种？规大片拢是青草啊，到底是对一种才会当治疗退烧的青草啊咧？哎呀，我是还有够十头的啦，我拄则应该就爱问好清楚。还有一位老阿伯，我来甲问看卖啊，凡说伊知影退烧的青草啊。这位老阿伯，请问到底对一种青草啊，才会当来退烧的哈？老阿伯啊，咱敢若捌伫什么所在见过面？我感觉你安尼面熟面生呢。哦，真实的哦，我乃拢记袂起来。大概哦，是我生就较大照面啦。也不知你敢问我这款话呢，真侪人嘛拢安尼讲。哦，对啦，啊你拄则咧问我讲，倒一种青草会退烧哦？是啊，老阿伯，拜托个，请你甲我指示一下吼。哦，这吼大概有效啦。啊，你就赶紧哦加慢一寡，通互恁朋友食吼。好，多谢多谢。老阿伯啊，你哪知影阮朋友发烧咧？我是乌白药的啦，啊，当赶紧药草紧慢慢的赶紧摕转去，要无哦发烧了过头就唔好。是啊是啊，多谢老阿伯，多谢老阿伯哈。紧去。秀英啊，你精神啊？好佳哉哦，你精神啊？太阳片，我是昏去偌久啊？你对家落粪去到即马，而且搁发烧，我用草药互你啉，哦，害我惊到要死了。多谢你照顾。嘛安尼讲，你会当精神哦，我就真欢喜啊。太阳片，像你这么好心的人，将来一定会对头好报。阿孙讲，若真是有迄一天，我希望，你希望什么？你讲啊！希望会当甲你共同得到福报。哎，好地真是啦！我看咱两个人会当改道去做这个外汉老人啊呢。所以哦，人咧讲啊，这世间事哦实在真歹讲啦。咱敢若想嘛想袂到讲太阳片甲秀英因两个结成人某，连咱做事的人先生都算袂出来。哎，因两个人会当做翁仔某是真好啦。啊，毋过刷落来，以后因的生活是要安怎过？敢讲继续去做起这？这哦，哎，我想到一个办法，咱来找这个观世音菩萨斗相共，把伊的职业哦，小可改变一下，安尼好。好啊！要去你家己，我无出面。哎，好地真是啦，你莫挑鼓动好无？啊，以我的法术，我哪有可能去到南海指定人啊？伊若无才调，就较认认的，莫当遐乱出主意。哼，就大有人气。新明啊，请你做一个见证，以后我会当带着秀英啊做某，我一定会用我这世人的性命，好好来疼惜秀英啊。如果若半点的差错，我愿意遭受到五雷盖顶。我唔通搁讲啊！我既然嫁互你，我就绝对相信你的人格，后摆唔通搁乌白手纸，好无？因为秀英，这两粒卵是咱银行缘分，我唯一会当送互你的礼物。虽然是一粒卵，也毋过我感觉比啥物拢较贵重。太阳片，我嫁互你，一点仔都袂感觉委屈。多谢你啦，
今仔日是我一生中上欢喜的日子，但是上可惜的，是我伫咧这个世界上上好知己的朋友，伊唔知影我来带你。是啥物知己的朋友？是我去食饭，伊的名叫做纪无叶，因为修行歹，讨食也真困难，所以阮约束暂时分开来分。嘛唔知影伊即马过了好啊歹。莫想遐济啦，我相信吉人自有天相。